各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5月13日早起新闻，我是王志军。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昨无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连续5天无增加，而且30天无本土病例。疫情中心表示，最近真侪活动拢会解除禁令，初期会针对规模较细的宗教活动开始，但是亲像大甲妈绕境、照境这种较大型的活动，目前是无建议举办。国内连续5天零确诊，嘛是第30天无武汉肺炎本土的个案出现。疫情指挥中心的团队12例行的记者会，特别把喙罨摕落来。不过中午有加假帮，嘛是呼吁民众爱甲防疫做好。很久没有用这个真面目跟大家见面了哈。好，那今天也跟大家示范一下，就是说，万一有些场合没有办法隔离的那么远。好，那事实上有一个适当的隔屏，那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最近国内大型的活动小连续解禁，正正因为疫情延后的大甲妈示警，外界关心讲，敢有机会会当恢复办理。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表示，初期会为规模较细的宗教活动开始，嘛较好掌握参与的人数。大甲真人宫的这个规模其实是还蛮大的哈，那它的不特定对象太多，那因为小规模的如果是地区性。小规模的绕境，那我们现在正在评估。虽然国内疫情有较稳定，不过国际疫情也是真严重。台湾伫咧非洲唯一一个邦交国——史瓦蒂尼王国，目前已经有100多人确诊，而且有发生伊来群组感染。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接到因卫生部请求支援了后，专工派4个医护人员过去，做1月2日防疫指导，建立当地感染管控甲同情的医疗能力。医院这一块失守的话，社区很快就会爆发大规模的社区感染，所以我们医疗团已经认为应该要当务之急，首先要先阻断这一波的院内感染。另外，基本团体嘛真关心，若是挂喙罨用徛名册的方式，敢会当恢复每回做等卖票的方式。指挥官陈时中强调，若到6、7月要开放是有可能的，因为疫情会更较稳定。文化部嘛咧规划，会先为国家级的展演馆开始。初步规划会开放卖一半座位的票，场地无要坐甲满，会扭开观众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科比甘蔗里因为设计地带问题，致使电信业者断线，当地1000多人受影响。昨人居民开会投票表决，敢要留基地台，结果敢若一人反对，所以已经先恢复信号。那根本没有讯号，这边还完全没有。对，根本就收不到。提出手机毋是无信号，若无只有1、2家，除了无网络，连卡一电话也一直断线。断线啦！一实在电脑工课拢会安尼。无网络的原因是因为当地部分里民认为电磁波危害健康，要求拆除历来基地台。电信业者协调失败，为7日开始断线，手机是无信号，影响平常时的生活。公司现在都是用赖 Q 多啊。有时候请假或是有什么事情，都是用赖在联络几乎都没在留电话。不是所有都抗议，只讲大部分的人嘛是无注意这啦。佮看新闻就知，哇，阮这信号这歹，反正就是即马这支已经无用啊。为解决基地台问题，里长伫12暗时开里民大会，由里民投票决定。结果现场将近150名里民拍破通过，请业者先恢复信号。随去投票只有1人因为烦恼身体健康反对。当日暗时，电信业者已经先开信号。另外，设的地点第一顺位是业者建议若骨塔示范公墓或者正神附近，因为是中心点。大部分的里民拢应收到信号。记者综合报道。南韩首尔夜店发生群组感染，目前已经超过100人确诊。五间夜店的消费者有7000多人，因为真侪人无愿意防灾，所以有超过3000人留假资料，或者是无爱接电话。首尔梨泰院地区爆发夜店群组感染了后，才因为放零社交距离限制，迎接人潮回流的店家，马上被拍回原形。Before the coronavirus started, usually we had around 100 or more people in a day, but now it decreased like 80%.
卫生当局对捌去夜店的消费者扩大体检，目前确诊人数已经有101人，其中有不少南韩官兵。南韩军方表示，正考虑对违反下班后免外出禁令的人进行严格处罚。根据报道，确诊的官兵有网络作战司令部一名下士，甲陆军本部地下陆军中央补充营一名军官，下士阁委获2名同事。另外，陆家人朴奎利要去。虽然体检了后是阴性，不过伊也是透过经纪公司对违反应该遵守的规范发表声明回释的，各定称为进入夜店甲离开拢挂喙暗。另外，去卫生中心接受体检的人，未少是外籍人士甲学生，现场排队是排甲长路路。So the whole school doesn't get infected. Also because when we live in the dorms, we are in contact with many people every day. 另外，伫消费者那也出现一位超级传染者，是一个伫烟花都市地马稀品加工厂工作的工人，有533人拢被围着。目前全国有4700人确诊，22人死亡。不过，体检技术的改进，疫情恐惊会继续升悬。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病例即马已经超过425万例确诊，死亡人数超过29万。来看上新的统计。一个中国病例有8万2000多例，台湾暂无增加确诊病例，目前维持440例。香港有1047例，日本15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俄罗斯超过22万例，美国已经超过140万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6万9000例，意大利超过22万1000例，英国超过22万7000例，德国是超过17万例。再来关心中国的武汉，佫出现本土病例，政府要求武汉的市民拢爱采检，拍算10天来处理煞。吉林的苏兰出现10几个病例，官方承认有本土疫情的风险，当地车站已经封锁，嘛赶紧派人去协助控制疫情。中国武汉市的本土病例佫增加，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11下一份紧急通知文件，伫咧全武汉市开始全部的人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限期10天分批检测。因为武汉市的3面小区发生社区感染，初9到12已经累积有6例本土病例。真侪防疫人员伫咧社区的出入口鼓励，全区封锁14天，全部的人拢要接受检测。那就是说不能进不能出，什么意思？出来你要工作证明，他就是严格封控了。所有的3民社区这一部分人分批的全部做了核酸检测。这个快递什么都进不去，不让进。社区内底居民敢若会当靠健康码或者是工作日才会当出外。伫咧即届本土病例当中，佫出现一个89岁患者，3月中出现症状，食药捌恢复，5月中佫转做阳性确诊，要到2个月一直来发病。中国防疫专家表示，暂时会当恢复，全部拢靠免疫力。病人的抵抗力弱，那么他就不能的清除病毒，使得病毒在体内的时间呢，就会可能会很长时间。人年纪大的时候，这个免疫力低的时候，这个病程呢可能会很长，而且可能会出现反复。吉林省苏兰的疫情嘛变严重，连续几日间增加13例本土病例，感染源不明，而且佫有下省传播。苏兰已经伫咧车站封城，中国官方12日记者会嘛承认讲，佫一届出现本土疫情的风险，已经派工作小组去苏兰。近日再次出现本土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提示疫情防控常态化，不意味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松、歇一歇。中国官方通报11中国疫情新增加确诊一例是境外移入，不过无症状感染的是新增加15例，拢是对中国本土病例来的。另外，中国商务部嘛宣布，为了加强控管，暂停以市场采购贸易的方式，禁止出口医疗喙炎、甲防护衫等等的防疫用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头一个风台黄蜂伫昨暗8点形成，拜六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今日因为方面已经通过啊，又搁恢复翕热的天气。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这方面的东北部也是有淡薄落雨，其他的所在伫山区过道有雷阵雨。按算安尼的天气到礼拜日下昼了后有变化，因为风台黄蜂伫昨暗8点形成。礼拜四啊，台湾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南部和东部会落雨，风台敢会直接来台湾？气象局表示机会无悬，但是有可能透西南风。黄霜雨的季节都要开始啊！南部的欠水情形有希望消透。
原本伫菲律宾东南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10日暗时8点接触今年第一个轻度风台黄蜂。气象局表示，黄蜂目前伫菲律宾东方海面向西北方向慢慢徙移。礼拜3或者是礼拜4登陆菲律宾本岛了后，将观察结果破坏程度，有且上紧就或者影响台湾。我们预估周末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东半部和南部地区的天气，但是影响程度如何，则必须看它到未来的发展距离台湾地区多近。气象局会持续观察。锋面离开台湾，礼拜3开始，各地依然是真热天气，紫外线指数也较高。在温度方面，明天比今天热，预估西半部的高温都在32度、33度左右，东半部地区则在29度、30度。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而且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哦。气象局提醒，台湾附近是东南风，各地大部分是侪云到好天，水汽无济，只有花莲甲台东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昼过后，东北部甲西半部山区是会出现局部短暂微阵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报纸看啥大代志。一开始是自由时报，台湾连续30天无本土病例，为了振兴经济，政府要渐渐开放外国商务人士来台湾。香港艺人黄秋生伫面册表示，因为合约来台湾拍片，目前当地居家检疫，也确实有规划台湾变做台湾人的意愿。再来是联合报，劳动部10万块的纾困贷款自4月30开始办，到昨为止已经有54万人申请，超过原本设定50万上限。劳动部长涂明顺表示，明日会阁增加，至少会加30万，今日有结果。再来是中国时报，疫情致使金融的变化快速，金管会昨宣布，自4月7日开始全面调降新台票、美金、报备、欧元，也阁有人民票保单的新契约，责任准备金的利率，按算保费7月会起大约1成。台湾有可能头一摆看到零利率的保单。再来看国内疫情转好，交通部表示，会伫5月20了后开始推出进行国内旅游的相关措施。第一阶段是防疫旅游，伫防疫旅游了后是要推出安心旅游，时间有可能伫休热的时阵，无排除会有补助，鼓励大家出门佚佗。疫情有较稳定，交通部进行国内旅游措施，确定伫咧5月底开始。第一阶段是防疫旅游，由观光工协会组一团，看疫情的发展，可能会推行1个月到3个月，互相关的人员为家的大等来检查国内的观光，强化旅程的防疫。车子的安排，或是食宿的安排，或是景点的安排，他们都会有一个更详细的考虑。如果自己出游会有担心的话，那我相信在这个交通部这个推出的这个防疫的旅游，大家可以多多的参加。照目前的规划，防疫旅游了后，接来会推出安心旅游，也就是国宾旅游会正式解禁，时间点可能会伫咧休热的时阵。为着要强化民众旅游的意愿，无排除会提出补助，原则上会闪开拜6礼拜，鼓励民众拜1到拜5去佚佗。吃饭部分等于说就是合菜桌，我们一桌只能坐5个人，或者是吃套餐，那这个成本都相对的提高，更不要说如果说有住宿的话，以1人1室来说，那个成本会是更大的一个成本来源。那以目前来说，600块大概是就是我们以在这个部分来说，以不住宿600块，那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或者是说这些各地的这个景点饭店业者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优惠，让这个地方来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就是旅游的重新启动的这个活动。不过，规划防疫旅程、甲各路补助，嘛，互最近无用咧纾困补助的观光局，强要记载袂掉。观光学者认为，所来各路补助会当用发放旅游券的模式，互民众会当较好运用，嘛会当消透观光局核销的压力。我们在振兴旅游这一块，它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宽松的方式，或者是发那种全民旅游消费券的方式？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这种补助的方式，其实对观光局来讲，相对而言其实就不会那么困难了。学者嘛分析，因应防疫，未来各路的形态可能会改变，包括带妹、坐车、甲食饭等等的空间会变甲较宽，这嘛会增加业者的成本。这个成本可能会反映伫咧计价顶悬，民众就要开始惯习接受新服务的模式甲计价，避免互国民旅游搁行倒转去抬价竞争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俄罗斯到达超过23万人确诊，2000多人死亡。总统普京却宣布讲，对12日开始，为着救经济，要部分复工，不过禁止大型集会。俄罗斯的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已经连续10天新增加超过1万个人确诊，累计超过23万例，已经是全世界第2，总共超过2000个人死亡。不过，在这个疫情继续在增加，总统普京所宣布10日开始放任禁令，部分复工。12 мая единый период нерабочих дней для вс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х отраслей экономики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Но не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борьба с эпидемией. Ее опасность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Причем даж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где ситуац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благополучная. 虽讲在伫要复工，俄罗斯也是维持禁止大型集会，而且实施真严格的防疫标准。所有人入去商店，甲坐大众运输，拢必须要挂嘴烟，还有挂手套。По всей стране пока исключаются любые массов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И, конечно, всем надо строго выполнять санитарные правила. Это касается работы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магазинов, сферы услуг, транспорта. 另外一方面，首都莫斯科的展览中心是方改造做哪像当初时的武汉的方舱病院，10日预计开放要1000个患者来住。Здесь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ется наш филиал нашей больницы, который будет оказывать помощь пациентам с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инфекцией легкой и средней степени тяжести. Мы планируем начать помощь с 12 мая, завтр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момент мы готовы на 96%. 除了莫斯科，俄罗斯全国各地嘛拢来动土起医疗设施，来应付一直扩大疫情需求。俄罗斯上新真侪人感染的所在是病院甲照护中心，像讲西伯利亚城市雅库茨克一间照护中心，就发现9位老大人群聚感染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在咧东欧的乌克兰，到达也有15000多人得着武汉肺炎。死亡人数有400多人。美联社记者把乌克兰财政问题、医疗体系崩盘的情形拢报出来。乌克兰基里斯耶地区一座墓园，这一天落葬的是一名71岁死于新冠病毒老人。Йому на другий день стало важче дихати, і переводили його в реанімацію. І потрібно було апарат ШВЛ, який в нас ніби був в лікарні, але він був в неробочому стані. На іншому була підключена людина, фельдшер. 多年来贪腐的政体，财政早就歪过起错，佮加上甲东部亲俄势力长6年的战火拖累之下，越变来袭。乌克兰根本都无偌济钱会当抵挡。除了东征病人的加护病房，医护人员是穿家己做的防护衫，拍包着喷射袋啊进行治疗。全国各地医疗工作人员为了抗议改革，举行游行示威，甚至要有一寡病院的主管以绝食表达不满。Багато хто зразу щось закашляли, зразу всі повтікали. Деякі працювали на ізнос, так як люди, бо треба розуміти, що треба допомагати і все такого плану. Масок не було, комбінезонів не було. Ну, сюди, желаючих, це відділення, там, де я зараз працюю, не було зовсім ні одної людини, ні одної. Я согласився, і завідуюча, як сама, то вона тут зобов'язана. А так, більш, я дитячий анестезіолог, і я прийшов сюди, бо розумію, що я тільки можу тут в цьому відділенні заробити грошей. Ну, зарплата, як ви знаєте, в Україні невисока. В общем сложності ставка в мене 4 з копійками. 吉尔诺普尔地区病院负责视谱的病理学专家，因为太平间无空调加水的过滤系统，无奈只会当伫病院后壁抗地下工作，就连因身上所穿的黄色防护衫，拢是一名做 AI 朋友做互因的。记者综合报道。纽西兰副总理皮特斯进行挺台湾加入 WHO， 刷扣中国警告，会影响两国关系。纽西兰总理阿尔登伫10日表示，纽西兰会继续维持一中原则。纽西兰总理阿尔登10日在记者会面顶强调讲，因维持一中政策的原则无改变，针对台湾的立场看法，敢若限制伫咧台湾即届伫疫情处理面顶的表现。Through a number of years, we've
always taken a one China policy, and that is continues to be the case. A place like Taiwan has used some particular approaches that have demonstrated also success in their management. And so really for us, it's about being able to gather that knowledge, but it fundamentally does not change our policy with regards to one China. 纽西兰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皮特斯是继续学到台湾处理疫情是国际的模范。To find examples of how we might help internationally and locally our defeat of COVID-19, Taiwan has been a standout society. 皮特斯进前表明个人支持台湾重新加入去世界卫生组织，嘛引起中国驻纽西兰大使馆的不满，希望警告可能去影响到双边的关系。根据纽西兰主流媒体纽西兰新闻报报道，皮特斯并无烦恼支持台湾了后会去互中国攻击，而且讲伊个人得到中国上高层的保证，伊相信袂有这种不好的代志来发生。另外一方面，纽西兰官方因为有效控制疫情，续落来进入新阶段，也就是降等去第2级的警戒。相关计划重点伫咧重新启动经济，专境的学校恢复上课，购物中心、餐厅、电影院，还有游乐园卖小连续重新开放。不过，官方表示，也是要维持社交距离，而且保持个人的卫生。澳洲嘛，因为疫情得到控制，部分今年会来放令，包括咖啡店、餐厅、商店，还有温准户外的活动。未来几个月以来会分阶段来解禁。不过总理莫里森表示，就算目前对抗疫情是有效果的，不过威胁也未完全解除，大家也是要注意个人的卫生，保持警觉。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大会 （WHA） 后礼拜就会以视讯的方式来举办，但是受中国施压，台湾到今也未受到邀请。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美国 Fox News 访问的时阵表示，台湾唔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和其他国家同款有权利参加 WHA。对中国主动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美国福斯新闻视讯访问时强调，台湾无属于中国，台湾有权参加 WHA。Taiwan is not part of China, and as a result, we have the same rights as any other country to apply for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伊伫福斯7点节目中对中国真侪摆批评台湾以疫无毒做出反击，伊指出台湾长久以来被排除伫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之外，这是唔对的。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也显示台湾人较早为 WHO 收到相关资讯，应对世界提供更加侪帮助。不过中国说好情形变歹。But the Chinese excuse is that Taiwan is part of them, and therefore they are taking very good care of Taiwan's health need. But that's just a lie. 伊也表示，中国伫疫情增加政治压力之下，可能将台湾当作是替死鬼，不痛下隐性权。伊也感谢美国支持台湾参加 WHO。WHO 任内话时间11，各拒绝邀请台湾，表示会员国无共识，秘书长无权发出邀请。不过目前已经有13个邦交国邀请台湾参加 WHO。美国联邦参议院也通过法案，要求国务卿协助台湾重新得到 WHO 观察员身份。美国国会受权成立的美中经济安全检讨委员会当地时间10日也发表报告，指出北京施压 WHO 将台湾排除伫世卫之外，互全球伫疫情初期无法度得到及时正确资讯，致使严重后果。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活动搁出现啊，但是因为中国的两会特别举办啊，香港警察执法的变力头变较强，伫咧网照的冲突有立法会议员受伤，记者要采访也受阻碍。特首林郑月娥爱警方甲媒体好好沟通。香港反送中运动特别满1周年，加上中国两会特别开会，一度因为疫情较缓和，警民冲突即嘛搁再升温。尤其是母亲节迄天唱歌的活动变做港警的大镇压，往甲街头的防暴警察，甲立法会议员控制有压力咧涂骹，造成伊身躯顶真侪所在受伤。港警搁有所喷胡椒水来阻碍采访。近距離對記者嘅眼耳口鼻對射呢個胡椒噴霧，攆記者攆足20秒。會唔會同傳媒致歉？無論你嘅受傷情況係點樣都好咧，我都慰問你先嚇。咁至於咧就係有關於係嗰日咧係一啲傳媒嘅經歷咧，我都覺得係唔理想嘅。檢討檢視，甚至咧去睇睇同事究竟當時發生咩事。我亦都係認為我哋要更加專業嘅。
林炳强表示，后礼拜讲几个记者协会开会，商讨要安怎互记者较方便采访。毋过讲经伫母亲节迄天，掠一个才12岁学生记者，而且佫甲伊警告，若是佫出现伫示威现场，会用疏忽照顾儿童罪起诉伊的家长，引发争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希望警方甲媒體溝通，嘛要討論兒童記者嘅問題。12歲嘅小朋友點可能喺嗰種嘅場面能夠處理到一個複雜多變嘅情況？咁點解會有人仍然係認為呢啲小朋友嘅記者係可以走去現場做記者嘅採訪工作呢？進前4月18大抓捕，真濟反面派人士，甲一傳媒集團的創辦人黎智英，攏互指控參與非法的集會，甲限制出境。黎智英伫網絡節目表示，雖然互港府抓起來，但是伊嘛是要繼續就街頭守護民主，就算愛坐監，伊嘛不要緊。我看香港人現在這麼團結，香港人這麼堅決，是不會誘爆的。假如要坐牢，我也不介意去坐牢。黎智英指出，港府即馬想要一遍就解決香港的問題，用強悍的手法，互就街仔路的人數減少。伊嘛閣較感謝講，家己是半個台灣人啊，呼籲大家支持蘋果的訂閱制。記者綜合報道。中華職棒對頂禮拜5開始有開放每一場比賽上濟1000人入場。中職會長吳志勇表示，已經送新的計劃予指揮中心，希望甲人數揪懸到2000人，也希望會當開放食物件。指揮官陳時中表示，有一寡建議應該會同意，上緊拜5都會開放。大聲讚聲就安怎做一條咧？中職一軍初馬開始的比賽，上濟會當有1000名球迷入場收聽，也毋過初馬到11六場比賽，票房不如預期，只有3場的比賽1000人滿場。天氣炎熱，那賽事又很長，其實現在的職棒很多時候是其他帶隊一起來觀賞長時間沒有辦法一起，的確是造成球迷的困擾，也影響這個進場的意願。票房不如預期，球團甲聯盟認為主要原因佇袂當食物件傷折磨。會長高志陽講，已經交予指揮中心新計劃書，除了爭取開放每場觀眾到2000人，親自聯合，也有一點就是希望當期開放飲食，這個部分將佇現場賣阿媽底餐點，球迷袂當炸外口的食物入來食。賣以後只能在自己座位上面享用，然後我們會加強這個大概每2局就清潔收一次，好讓大家用過的便當可以很快的垃圾桶那邊啊。中職提出新計劃，但是中職下晝例行記者會指出，2000人是既定計劃，估計距離甲條數應該會當維持掉。另外，飲食副指揮官陳增元講，等待社區防疫小組做最後的決定。那目前初步看起來，他們是採用盒裝的套餐，那也附了一些酒精的棉片這樣子一個整套的這個強調個人衛生的部分。指揮中心表示，可能有修正建議，也毋過應該會同意。預計上緊這禮拜5開放。對球迷來講，感謝疫情往好的方向行，才會當有更較濟人同齊讚聲，甲哪看球哪食物件的趣味。記者綜合報道。高雄市長罷免案，昨高雄選委會公告1823個投票所，不過其中有一寡所在是民體停車場等等。罷免團體質疑變動有來到18%，驚伊講會影響投票，但是選委會強調，新的投票的所在離原本的地點攏誠近，這幾天會公布查詢系統，讓選民先做準備。透天民家一樓囤真濟物件，出自本來要改建做停車空間，但為着6月6號高雄市長罷免投票，決定先暫時唔改變，到時陣就讓做投開票所。好鄰居啦，已經是很好幾十年的啦，所以講不要緊啦，大家互相啦。警方來幫忙講吼，這個秩序的問題啦，莫講有人起衝突啦，有人踮遮咧亂咧啥。高雄市部分的場地因為顧慮疫情，無願意借選委會，像講德利安尼，最後找到無人大的民家做投開票所，並無少。不過，罷韓團體統計，比起過去大選，全高雄投開票所地點換了18%，反而影響投票率。鳳山區是我們高雄市38區裡面人口數最多的，高達30%幾、30%多的投開票所位置都造成這個變動。好，這變動要造成怎麼樣？投票非常非常不方便，不會差很遠。比如說
一个里啊，原来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会在隔壁或是在另外一条街，它大概会这样子啊，不会差很多。选委会强调，变动的投开票所离原地点大多数只有几百公尺，影响无大。不过为投开票所空间较小，天市长的民间团体顶个月已经发起监票行动，国民党集4名女议员嘛帮忙拍宣传影片，希望赶紧招到至少3600名志工。记者王家川、郭建顺报道。2020国际航空运输通机场排第18，这个成绩是这3年来上歹。各项指标当中无障碍设施甲海关是排第前10名，其他的部分拢退步。受到疫情的影响，空空无半人的桃园机场，伫咧全球100大机场的排名，甲去年比是退步5名。这项由国际前有名的顾问公司做的评分，当年为全球500外个机场当中，收100外个无共国家旅客的问卷来做调查。新加坡樟宜机场已经连续8年是冠军，第2名是日本东京国际机场，卡达的马哈德国际机场是第3名，桃园机场是排第18名，甲2018年第15名来比，去年进步到第13名，是3年来上歹的成绩。当然竞争很激烈，尤其现在疫情的期间，所以这些评比我们也会来了解。哪一些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做更好的改善跟精进？桃园机场今年伫咧评分的项目当中，除了无障碍设施机场排伫第8名，通关流程的证照查验排伫咧第2，其他拢排伫咧10名外。它的设施改变蛮多的啊，像2航下的5楼观景台，还有很多的商家，其实改变蛮大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会退步是因为来的人太少了。航空人士分析。桃园机场去年的运量超过4869万人次，虽然创下新高，不过机场早就未堪接，造成班机的时间延期。第3航站阁因为改设计，发包的时间延后，嘛连带影响到服务的品质。武汉病毒的前爆量，所以造成整个机场飞机门不够，还有跑道、滑行道正在修，会造成这种航机的这种延误啊，客人对满意度不好。针对评分退步，机场公司发布新闻稿回应，为2015年开始，运量都已经超过设计的量。趁这届疫情的期间，整修北跑道，各项1号的建设工程嘛会提早进行。同时的时间会强化员工的培训，未来嘛会继续强化国际行销。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台湾有一团去奥地利、捷克旅游的旅游团，带团的导游也因为得到武汉肺炎过往，其中有一对同情的母仔囝伫台病院接受治疗。查某囝昨已经出院，虽然讲妈妈还搁伫住院，病院也特别安排因见面，希望替妈妈加油。非常健康、平安的回家，我们真的恭喜你哦！婚礼馆长周立先甲医疗团队送花来恭喜因出院。婚礼一对母仔囝参加奥集团感染到武汉肺炎，拄3月中入院了后转做重症。这段期间，共团40多岁导游因为治病来过身，这嘛互台婚礼婚宴的团队压力真重。经过医护人员的照顾，母仔囝顺利甲好机器拔掉。早间5届采检拢是阴性，伫咧12早起顺利出院。来做用我们的医疗，把我从重症这边让我今天能够出院了。真的要很谢谢他们的关心。伊住院要2个月，出院了后，想要做的代志就是紧回去厝里看卖。另外，已经渐渐恢复健康的妈妈精神嘛真好，毋过因为有血压，佫需要住院复健。大家也有着的人就爱坚强爱有信心。咱台湾的医疗足好的，因为算病床倒伤久爱搁复健康的啦。妈妈呼吁感染武汉肺炎的患者爱对台湾的医疗有信心，因为这对母仔囝送入去病院的第3天，病情就恶化，转入去交予病房来急救。团队逐工开会，针对患者的病情变化，调整用药甲治疗，病情才豆豆好起来。在加护病房呢，总共23天的时间那经历过这个严重的这个缺氧的状况，也经历了这个败血症的，每天呢帮这一对母女做这个用药上的一个调整跟处置。医方表示，要接受较真的患者，团队拢真谨慎，要求每一个作业的定数，压力有偌重是无法度想会到的。好佳在母仔囝拄动静到恢复健康，嘛是对捌入去照顾的正把人才医疗团队是一个真大的鼓励。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进前将9000外件纾困申请案交予中央审查，结果向退回，退回来自审。这款的乱象受外界关心。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问题已经过啊，已经甲卫福部长陈时中沟通啊。
新北市长侯友宜主持武汉肺炎疫情应变会议，12日拄好是国际护理师节，侯友宜嘛特别致敬伫咧防疫前线的护理师。毋过新北市9301件的纾困申请案交予卫福部来审查，结果去予中央发动机家己处理，引起纾困之乱。针对这件代志，侯友宜甲卫福部长陈时中通电话时阵得到共识，佮表示陈时中讲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政策无讲予清楚。事情都过了，卫福部也讲得很清楚了。那也知道问题的原因所在，那部长跟我通过电话，也知道问题的所在。我们地方还是一句话，会负起所有的责任。新北市目前有约22266件的纾困案件是采用放零认定来审查，毋过也是有一定的标准甲制度。侯友宜发声，无表示一天审查超过420个人会赶紧来分救命钱，嘛强调讲全部授权予区长，若是有任何的疑虑，责任是以市长来担。针对澎湖县领先全国13个解禁8大行业，台北市嘛主张开放复工，毋过侯友宜强调讲，新北市袂对咧做，绝对袂优先开放8大行业。新北市的8大行业绝对不会是优先开放的行业，我们开放行业一定经过专业的评估，而且以防疫最大的考量，室内的一定有严格的管控的层次，才会再开放。我们会要求。这在消防安全还有建筑公安上面都必须要符合要件那再搭配防疫指挥中心这边所规定的实名制、量体温、社交距离这些要件符合之下才能恢复正常营业。澎湖县解说讲，县内无登记酒店舞厅营业场所，早早除了解除户外挂嘴案，因为想要带动观光产业振兴经济，伫咧符合实名制、防体温、社交距离、消防安全检查等等的状况之下，开放有侪大卡拉 OK、KTV 来营业。因为只规人心电火灾引起公安疑虑，澎湖县政府嘛加强检查，查出1间消防无合格，20多间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嘛无通过，嘛禁止营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古尾安溪里的里长为着弱势学生办社区课后的辅导班，已经17档啊，今也争取到社会企业的支持，希望互囡仔读册环境更较好。囡仔遐囡仔仔坐做伙，伫咧社区的活动中心读册、写功课。这囡仔有诶，因为厝内底经济较歹，或者是家庭的功能有欠缺，较无人顾。云林虎尾镇安溪里的里长蔡调中烦恼囡仔的安全，也有发展。17年前开始伫咧社区开辅导班，学生为学校下课，就会使有一个做伙佚佗甲学习的所在。喜欢，因为这里很好玩。囡仔也办转呢，那么平常课后呢？这一般家庭囡仔嘛是伊个无人去照顾，阮就甲老师参详啦，就是来做课后陪伴的来甲好好照顾。安溪里里长蔡调中即阵已经照顾1000个囡仔，为着提供更较全面的照顾，伊也专工找基金会合作，增加辅导班的资源，也有人力。以社区的人来照顾社区的孩子这样子的理念，希望我们的社区的孩子能够在社区的一些长辈，还有社区的乡亲的这样子的一个陪伴之下，可以让他们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安溪社区因为伫咧推动儿童教育，也有家庭照顾，真有心。毋但是当地典范，即阵也佮结合社会的企业，要互囡仔有更较健全的辅导机制甲资源，望未来社区会使延续时代甲囡仔互相看顾甲学习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北港有一间便当店自开店了后，每年拢会办一天送爱心便当的活动。即马嘛有袂少人来参加斗阵支持这个活动，希望摕到便当的人会使感受到温暖甲关怀。摆家呢乐乐堂，这挂人其实是要来领便当的。这间伫云林北港镇的便当店，自100年开业到今，热心的头家逐年拢会办送爱心便当的活动，而且无限制对象，若有需要的人就会当来这领。起头我们是从开始做100年开始发送第一年比较少，当然是可以做越多越好。打开始，头家家己店店付出300外粒的便当，落尾受到侪侪乡亲的支持和赞助，互爱心便当的数量一年比一年较侪。来领便当的人嘛讲，便当店这款回馈社会行动实在真甘心。因这店老板做爱心的啦，每一档拢会发，对这评估的人照顾足好。足感谢啦，拢在有爱心的咧斗相共啦。虽然是做了钱的生意，不过头家也是真用心在顾品质。
要让民众食到新鲜佮健康的便当。伊希望唔但让民众食会饱，嘛通甲因斗帮忙。爱心餐跟我在店里做的都没有分，都是一样品质。希望来给我捧场的都很高兴，我都让他们吃得健康。这个活动虽然一年才办一届，不过头家讲，上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同齐来做公益，替社会增加爱心资源，重视社会上真正需要关心的人。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成功渔港有渔民抓到一尾乌昂床，拖去咧船顶了后，才知影讲去海底客甲剩一挂鱼头。5月11日，这渔民搁再出棚，这摆丰收抓到12尾。抓到这只乌昂床的渔船，驶入去成功渔港，为船舱甲一尾100公斤重的乌昂床吊起来，拢总有8尾。不过落尾有4尾，敢若剩鱼仔头，去鱼市拍卖。这系列8斤重的鱼仔头，为10公斤150块开始划价，一直划到10公斤剩100块。食了了后，剩一只头，我多，这一只10几万的，我剩一只不到2万块。渔民讲，抓乌昂床的方式是用索放几公里远的钓鱼，抓到了后才搁拖上船，结果去互一阵海底对咧，沿路哪对哪食。顶礼拜嘛抓到1尾，嘛是共款去互海底价，甲敢若剩鱼仔头。即届一捆头抓到12尾，都爱甲遮的海底比赛，真无简单，才甲完整的8尾保护掉。历经了14个小时呢，捕获12尾黑尾鱼哦，在高兴之余呢，不幸还有4尾遭海豚的抢食。11伫咧成功鱼市拍卖，这8尾规分数拢好溜溜的乌昂床，拢总有15公斤重，1公斤卖500块。渔民即届总算抓有过手，不过成功渔会统计，今年到今成功港有抓到乌昂床，敢若18尾，拢总重量才2400多公斤，其中就有5尾去互海底食甲剩鱼仔头。乌昂床抓到的量嘛比往年较减3成。记者综合报道。1万块的纾困金是为了照顾弱势民众，不过有人根本无欠钱，却想讲要送件看卖啊，落尾大部分无法度申请过关。另外，高雄市政府也启动作业分流，用纾困专车去菜市啊说明。因为申请无补给难纾困金的人实在是伤济，平常时啊真少有人伫咧屏东县潮州镇公所头一届装抽号码机，依次作业的特殊。不过柜台办理了后，后手审核的时阵，却发现讲无符合资格，阁想要骗纾困金的人袂少。家庭主妇，那她没有具劳保，就她拿出来申请。那因为我们是以户籍誊本现在查阅她的资料，才发现说其实她的先生是具有一定以上的财产啊。然后孩子也任有公职这样子啊。提价金较少的口座来申请，镇公所估计来办理的民众可能敢若20%有符合申请的资格。屏东县政府嘛统计到11为止，屏东县申请4423件，敢若核定13件。也若高雄市政府是推出纾困专车，伫咧日进前会去各大传统市场巡回，接受民众的探问。是想要帮家人问，对对，看能不能就是申请这个方案。对，因为毕竟家里有超过65岁以上的家人，还有现在有没有在工作的家人。如果放在这边的话，有些长辈或是老人比较会来逛菜市场，就会来这边顺便询问一下，多少还是会有帮助一点。市府统计，高雄申请纾困金的人数已经超过15000人，11为止，拢总核定534件。除了纾困专车，刷来会加强办理作业的分流。请各区公所做说明、受理跟审核3个工作的分流。人力不足，我们在说明跟受理这部分，我们有请社会局协调训练志工来做支援。市府希望伫咧说明的阶段，就请无符合资格的民众唔通来申请，嘛呼吁讲，切个使受法律的效力，若是无老实填报，恐惊会违法。另外，附的资料若愈较长，核定的速度就会愈紧。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一间台办做月内中心涉嫌开假的诊断证明，诈领健保费，最近主嫌恐判刑，健保署表示会将费用退回来，会阁罚2倍的罚金。台湾某一间做月内的代办中心，为2013年开始介绍有心的人去美国生囝，抓找机会骗健保费，还有商业保险的理赔金。最近司法审理的结果出来啊，主要犯案的这个姓吕的查某人去互新北的地方法院判有期徒刑1年，其他7个保险对象也去互判刑，17个保险对象是原起诉。发现他们的手法基本上就是，我招揽这些孕妇来，那跟他们说，其实你可以就是赴美生产，那赴美生产需要一大笔费用嘛，
那除了你的小孩可以当美国人之外，你的这个费用可以透过旅平险的方式，让保险公司来吸收，来去引诱就是民众的一些贪小便宜的心理。这案差不多骗走1700多万的保险金，主要的犯罪手段还阁出做一本册。有心的人去到美国生假进前，会先到旅行平安险，去到美国指定病院，再阁和特定的医师合作开诊断的证明书，这拢是真伫台盘破白生产。啊，伫转来台湾了后，会使清健保费成立的这个部分，退2万股，商业保险理赔差不多会使开到30万到40万。申请商业保险之前，程序上会要先经过向健保申请核退的步骤，所以健保这个部分显然是他犯罪的一个掩护的手法。涉案的总共有34个保险对象，健保成立，然后再个退钱的金额差不多65万，商业保险理赔635万块。当事人就要面临10个月到1年的有期徒刑，其他的是缓刑或者是无起诉的人，除了爱甲进前请的健保费吐出来，进前成立的健保费用要加去罚款2倍，差不多是5万块。健保署强调，为2016年开始加强清查所有去美国生囝申请健保成立，然后再个退钱的案件，核提比率为2016年63%，2018年降到23%，就是要拒绝有人借海外生产的这部分来骗保险金。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中佳农场是国内头一个公家设立有机专区，不过南区桥头园区开发案可能甲这囤掉。环保署针对开发案开会讨论，地方民众要求保存有机专区。镜头看出去，这规片田要甲31公顷，是伫咧高雄桥头中佳有机农场，嘛是全台湾头一个公设的有机专区。这10年以来，有30个农民支持政策，入内底拍拼，想要到即马政府为着要推扫南科桥头园区的开发案，所要甲因登记的芯片毁掉。迄阵拢嘛头壳讲较有即款代志安尼啦，政府讲的拢无准绳，阮现在农民就感觉去用骗去啦，就安尼讲互骗去也无过分啦。下晡环保署举办桥头园区案二改宽片范围界定会议进前，对高雄内农民、居民还有民代就表达反对用农地来往园区的开发。如果有一天这些食物都没有办法再出口到台湾来，我想请问总统、院长，你要我喂孩子吃手机板，还是要我喂孩子吃液晶面板？不过会议刚开始进前，参加的立委要求要抄清楚适法性。农委会嘛表示，这个专区是照有机农业促进法第6条应该优先存在。不过内政部强调讲，这原本规划做桥头新市镇，敢若是借土地做有机专区。站在农委会的立场来说，不管今天的经营者是谁，我们都希望能够保留现况，然后持续的做有机农业使用。这些使用应该在主管机关通知整体开发时，自行无条件的拆除，配合开发。本案面积262公顷，民间团体要求讲应该有代替方案保存有机专区。若是环保署是表示，这个敢若是二改宽片进前的准备会议，未做任何的决议。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词叫做斜杠，代表无想要互共款的工课，或者是成群束縛，无法度发挥。斜杠青年速度体都是一个伫现实甲浪漫之间找平衡的团体。做回来看因的表演。希来大量使用乡村挽救的民谣来投放过去命运无法度家己注意的女性心声，搬到风声小放伴这出大戏剧，由台南人剧团和斜杠青年创作体共同制作，由斜杠的3个人分别做导演、演员甲音乐设计。斜杠有2条路，一条路是阮足喜的肢体喜剧，一条路就是即摆和社会、和社区做关系的一条路。有一个足浪漫的想法，就是讲阮3个人就伫阮这间厝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小的创作、小的制作可以做。但是伫台湾，少年的剧场人要坚持落去无简单。加在伟霆甲伊文因为接触红片关怀小丑协会，互因伫表演艺术继续进步，嘛为台湾高压的医疗环境当中，为囡仔和医护人员创造更加友善的空间。家长再怎么面对自己，可能小朋友他们的治疗方法可能已经没有其他方法了，必须走到下一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在面对这些生命？定定世界做乐手加到音乐设计的谦逊，其实毋是音乐班出身，不过因为对音乐的热情，互伊伫戏剧这条路会当用音乐做伊想要做的代志。
嘛感觉真好运，讲当初无去读音乐系，因为其实伫戏剧内底有足丰富的变化，甲足丰富的路会当行。斜杠青年创作体三个少年家，为着要继续伫表演的路顶行落去，因斗阵生活、斗阵做戏，嘛做伙享受下班的无闲甲打杂。记者陆尚如、林建筑台南高雄屏东采访报道。为了减轻医疗人员的防疫负担，我国开发出消毒机炉替员工磅体温的机器人，咱来看卖。东亚岛地区小弟百合子正拄行入饭店大厅，等在门口口挂喙暗的 Pepper 机器人，都向伊拍招呼，宣导政令。这几间饭店为减轻员工甲医疗人员的防疫负担，拢用机器人伫上侪人进出的红色警戒区大厅协助应对甲摒扫，也佮以相关手机 App 管理患者的健康情形。ドクターの常駐とですね、看護師の常駐というところは、ご自宅での療養に比べて非常に安心なところでもございますので。同款也用机器人斗相共摒扫消毒的，也有俄罗斯亲像小型战车同款的机器人，在装满消毒水的桶啊，伫普尔摩街路往哪行往哪停落来喷消毒水。везет на себе большую нагрузку в виде там 40 литров этой дезинфицирующей жидкости, но при этом он должен преодолевать там бордюры и так далее. Поэтому нам пришлось немного переработать существующую платформу, нам пришлось установить там другие двигатели, более мощные. 市区公车站有量体温的检查机，要上车的乘客爱先确认无发烧才能上公车。有部分免停工的工厂也直接买一组机器，为进入工厂的员工、甲来访问的宾客测量和记录体温。На этих же стойках можно сканировать паспорт, любой другой ID. То есть это полноценным новым элементом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будущего будет намного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е, чем просто измерение температуры. 另外，业者佫开发用甲人互动量体温血糖加细胞医疗数据这机器人，无需要人为边协助，只要依照指示就能完成检验的医疗机器人。这机器人目前已经部分企业甲机构落订单，未来应帮助当地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真侪艺文场所拢关门。英国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即阵是举办居家防疫保护名画的活动，来看卖。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户外日常活动拢封禁止。亲像若是讲要去美术馆看世界文化资产，即卖是拢无开门。不过，伦敦国家美术馆一寡艺术专家伫厝的隔离的期间嘛无闲着，因对着正流行的 cosplay 潮流发挥创意，利用厝内底的物件举办居家防疫模仿名画活动。So I think recreating them, you really get to see a sense of how well they know them, whether it's just kind of picking up on small details that you see in the painting or looking closely at how they were lit. 国家美术馆在专家因所景出来画作，拢是大家派别内底大师当中的大师，亲像互人叫做是优画之父的荷兰画家杨凡艾克，伊这巴图可能就是会自画像，嘛互女设计师以着毛草甲只红头巾重新来模仿。1434年阿尔芬尼红仔堡上，由着染师安德鲁重新来做，伊的场所甲实水拢真相共。也佫有国美馆的一位主管伯恩斯，甲伊十部朋友厝当中人，同齐伫家己厨房的桌啊，重现巴洛克画派大师卡拉瓦乔所画耶稣佮活徛甲地主当做食饭的作品。真少看桌边的这查甫所伫的白帽啊，变做是碗；桌顶的鸡变做是鸡肉饼。We thought it would be quite a good one to do during lockdown because it was a, indoors scene, it was a domestic scene. 这是英国美术馆史上头一摆暂时关起来，因的员工以着现代的物品重新来做出来的作品，希望讲会使带动新一波线顶艺术风潮。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三就是5月20，就是农业24节开的小满，意思是讲按算热天收成的作物，亲像是稻啊，到即阵已经渐渐结穗把甜，但是也未完全熟，也未够分。所以，叫做小满。另外一句俗话，你讲小满雨水小干，蚵仔会干，若无9条蚵仔煮一碗。小满雨水小干，是你讲这个时阵当咧落黄霜雨，雨水较高，蚵仔伫这个时阵栽种。
蚵仔爱赶，就是讲爱趁这个时阵好好照顾，认真压肥，蚵仔才会水，才袂生着伤细条，9条煮做一碗，抑阁无够看。小碗雨水小赶，蚵仔爱赶，若无9条蚵仔煮做一碗。这句俗话提供大家参考。咱做伙来关心各地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王志军，咱明仔载再会。